各位聽眾，大家好。買地起屋係唔少香港人嘅夢想，但由零開始嘅整個建屋過程，往往要付出好多心血，先可以將心目中嘅構圖變成真實家園。一位80後港人 KK， 2018年正式取得澳洲永久居留權之後，在布里斯本買咗一塊地皮，更按照自己喜好同實際需要，親自操刀設計一棟建築面積達3000平方尺嘅雙層大宅，建築費接近80萬澳元，約436萬港元。佢接受星島頭條訪問時，大談喺澳洲自建安樂窩嘅辛酸經歷，同埋3個避坑心得。KK 當初用 SketchUp 軟件模擬一年4季嘅陽光照射情況，設計出自己心儀嘅中庭，並打算將洗衣房同晾衫位設喺西邊。但呢個構思卻受到唔少澳洲建築商質疑，最大爭拗點係西斜問題。當地建築商一般會盡量避免喺西邊牆壁設窗，或者只安排樓梯喺西邊再加大窗。KK 發現澳洲大部分建築商都係套餐式做法，好似快餐店嘅既定菜單，只可以微調客廳大小或者房間用途。對於佢呢類要求完全客製化嘅項目，大部分建築商都不願意接，而願意接嘅客製化建築商又寥寥可數，造價亦高昂得多。幾經波折，KK 終於交到一位明白佢設計理念嘅銷售員，協助調整平面圖以符合法例，先至選定咗建築商。但理想同現實總有落差，受疫情影響，建築期被大幅拖延。KK 喺施工期間經常到場視察，卻發現工地負責人同辦公室職員嚴重缺乏溝通，整間公司欠缺完善系統，好多問題拖延2個月都未解決。佢曾經試過暫停支付工程進度款，想迫使對方跟進，結果竟引來公司大老闆親自回覆，並要挾要即刻付款。KK 先發現對方對工程實際問題一無所知，工程全屬外判，質素亦參差不齊，甚至出現空心磚、窗戶破裂、未鋪防水布等問題。最令 KK 不滿係電工項目，合約明明規定由佢提供軌道，電工負責安裝軌道燈，但外判電工到場後只肯安裝嵌燈，若要安裝軌道燈就要每米加收100澳元。由於外判商互相推諉，最終 KK 只能自掏腰包另找電工安裝，並要額外花錢移除原有燈具同修補天花。經歷1年多建築期，KK 對當地建築商同工人嘅處事手法極度失望。交屋後期嘅工程，佢一律親自尋找信得過嘅香港或台灣師傅接手，雖然收費不便宜，但成品令人滿意。加上我對工程要求極高，能力範圍內嘅都會盡量親自完成。除了建屋，屋內所有間隔同家私都由溪溪親自設計、訂製同落手安裝。本身從事與室內設計毫無關，連工作嘅佢笑言，全靠 AI 協助解決難題。佢深知盜尺必須精準至毫米級別。幸好遇到一間經驗豐富嘅內地家私店，不僅提醒佢留意收口位等細節，更為佢設計提供適當修改，為節省運輸成本。所有家私以散件形式入盒運抵澳洲。面對冇組裝圖說明嘅盲砌挑戰，KK 只能參照最終設計圖，憑空想象，自行分辨尺寸繁多嘅螺絲、反彈門扣同 L 型支架等零件。另一個難關係兩地建築結構嘅差異。香港主要係水泥牆，而澳洲房屋則係木架結構。如果要在牆上懸掛重達50公斤嘅木櫃，不能好像香港隨意鑽窿。KK 指佢需要先利用儀器找出牆內闊度僅約3厘米嘅木支架，而螺絲必須不偏不倚打喺正中間。加上牆內藏有水管同電線，安裝時需極度小心。為此 KK 喺建屋期間一直有拍攝影片，以清楚記錄牆內管線分佈。KK 建議有意移民澳洲自建房屋嘅港人必須優先完成不能隨意改動嘅基礎工程，
例如室內間隔、窗戶、電掣、燈具同水喉位置、裝飾性工程同園藝佈置，可以待入伙後分幾年慢慢完善。佢提出3大避坑心得：實地視察交樓質素，決定聘用建築商前，必須須到曾使用其服務嘅真實客戶，並親身視察其交樓質素，慎選相熟工程班底。建議以信譽良好嘅香港或台灣工程公司處理後續工程，佢哋通常較注重聲譽，溝通亦更順暢，但務必查證佢哋係咪擁有澳洲合法註冊牌照，以免引發保險爭議。務必分階段驗樓，建屋分為多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必須聘請合資格公司獨立檢驗。部分黑心建築商會避免業主喺施工期間檢查，一旦木骨架完成並封上牆身，便能掩飾瑕疵。分階段驗樓能確保上一階段問題徹底解決後，先展開下一步工程。回顧整個建屋過程，KK 表示對房屋設計有95分滿意，唯一微言係洗衣房空間略嫌不足。若能重新選擇，佢斬釘截鐵咁講，一定會令另一間溝通更好嘅建築公司，避免浪費大量精神同時間去處理本可避免嘅人為疏忽。以上係港人 KK 喺澳洲布里斯本自建大宅嘅經驗分享報道，多謝大家收聽。